去旅行買手信，可能係想將外國氣息帶翻屋企。設計師 Eric 就索性將成個心儀嘅法國園林風格 cafe 融入呢個位於西貢嘅800尺單位入面。我喺7月份嘅時候咧，就過咗去法國度玩啦。咁就無意中喺個市中心度咧，就發現有一間 cafe 咧，個感覺俾我一種好好嘅靈感啊！原來嗰間 cafe 咧，以前咧係一間精品酒店改裝嘅。咁跟住咧，而家入邊咧仲有埋個 bookshop。咁所以咧，入邊喺度睇下書、飲下咖啡嘅時候咧，就揾咗個靈感，就將呢個靈感咧就擺咗呢一間屋個主題設計嗰度。全景以黑白灰做主調，淺灰色牆身壓有傳統公正嘅法式花線，旁邊擺放多個玫瑰金色嘅鏡框飾櫃，就算係金色亦都唔覺得俗。黑色飯台襯透明燈，線條簡潔又有啲城市感。而客廳另一邊就以雲石嚟做迷你 breakfast bar， 坐喺呢度 hea 食早餐都唔錯噶。而呢間屋改動工程亦都非常大，尤其係主人房。原職呢一間房嘅主人房咧，個景觀咧就麻麻地，就向翻住自己個屋苑嘅對方嗰啲單位啦。個房間面積亦都比較細啲嘅，咁所以咧，我就將佢嗰個原職嘅主人房咧，就俾咗囡囡做一個囡囡房。咁然後咧，就將呢一邊嘅2間客房打通咗佢，就變咗一間大嘅主人房。而家主人房一邊係臥室，另一邊做咗衣帽間，旁邊仲夠位放一張書台，仲有一個小小嘅閱讀空間。